香港有一種氣氛好微妙，以前大家講人生會講我要買樓，我要升職，我要結婚生仔，我要退休，之後周圍去旅行。但而家好多對話變成買樓算啦，太貴；結婚再諗下先；轉工，依家份工雖然辛苦，但起碼穩陣；退休唔敢諗，最好做到做唔喐為止。最奇怪係呢班人唔係懶，唔係冇讀書，唔係冇返工，相反，好多人好勤力，好守規矩，好識計數，好懂得忍。但正正因為太識計，計到最後就發現好多嘢都唔值得開始。你想買樓，但一計首期、供款、利息、管理費、維修，算啦。你想結婚，但一諗住邊擺酒、雙方家庭、將來小朋友教育，算啦。你想退休享受人生，但一諗醫療、通脹、長命風險，算啦。於是人生慢慢變成一個字：縮。唔係冇慾望，而係收埋慾望；唔係唔想要，而係唔敢要。今集港大前研一嘅低慾望社會，表面係講日本，其實對好多人嚟講係一面好近嘅鏡。因為呢本書最震撼嘅地方係，佢唔係話一個社會窮，所以大家冇慾望；佢係話一個社會太冇安全感，所以大家開始唔敢有慾望。而當一個城市大部分人都唔敢想，經濟、家庭、職場、關係，甚至一個人嘅生命力，都會慢慢失去動能。今日我哋就用呢本書拆解一個局。你以為自己只係理性，其實可能已經跌入未來恐懼局。呢本書討論嘅主題係日本泡沫經濟爆破之後，點解經濟長期低迷？好多傳統經濟學答案會話，因為通縮、人口老化、政府政策失效、企業投資不足。但大前研一提出一個更刺耳嘅講法，日本進入咗一個低慾望社會。咩叫低慾望？唔係人人出家，唔係大家突然看破紅塵，而係成個社會嘅人都開始對幾件事失去衝動，唔想買貴嘢，唔想借錢，唔想買樓，唔想結婚生仔，唔想搏升職，唔想承擔長期責任。呢度有一個好重要嘅反差。以前嘅經濟增長靠大家想要更多，想要留，所以借錢買樓；想要家庭，所以結婚生仔；想要更好生活，所以消費、投資、學習、冒險。但當一代人發現努力唔一定換到希望，反而可能換嚟債務、壓力、失敗、責任，佢哋就會改變策略。佢哋唔再問我可以得到乜，而係問我可唔可以唔輸。呢個轉變就係低慾望社會嘅起點。低慾望社會有3個好明顯嘅症狀。第一，唔借錢。正常經濟邏輯話，如果利率低，人就會借錢買樓、創業、投資，企業就會借錢擴張。但大前研一觀察嘅日本出現一個奇怪現象，即使資金成本好低，個人同企業都唔想借。點解？因為問題唔係錢貴唔貴，而係未來值唔值得搏。如果你相信未來人工會升、樓價會升、生意會好，你自然敢借錢。但如果你覺得未來人工停滯、人口減少、需求下降，自己老咗仲要面對醫療同退休風險，你就算俾你好低利息，你都未必敢借。呢個好似我哋買樓心態，供樓利息高固然辛苦，但就算有一日利息低返，如果大家對收入、樓價、工作穩定性都冇信心，佢都未必敢衝入去。第二，唔消費。低慾望唔係完全唔買嘢，而係消費變成好低成本、好短期、好即食，食一餐平嘢，買一件平衫，睇手機娛樂，唔需要大件人生承諾。你可以過日子，但未必想打造人生。呢種生活好似好自由，但背後其實係一種自我收縮。以前消費代表我想成為某種人，而家消費變成我今日唔好太辛苦就算。第三，唔承擔長期關係。買樓係長期責任，婚姻生仔係長期責任，供養父母都係長期責任。低慾望社會最驚嘅就係長期責任，因為長期代表未來，而未來正正係最令人不安嘅地方。所以你會見到，唔係人人反家庭，唔係人人反婚姻，而係越嚟越多人話等穩定啲先。但問題係穩定嗰一日好似永遠都未嚟。大前研一其中一個尖銳觀點係，20世紀嘅經濟政策未必適用於21世紀嘅低慾望社會。以前經濟差，政府可以減息、放水、搞公共工程刺激消費，背後假設係人有慾望，只係暫時冇錢，所以你俾佢平錢，佢就會借。你俾佢刺激，佢就會消費；你俾企業誘因，企業就會投資。但低慾望社會嘅問題係，人唔係冇錢先唔喐，而
而係冇安全感，所以唔喐。呢個位對香港好值得諗。有時政府派錢，短期大家可能食餐飯、買部電器、去次旅行，但如果根本問題係我唔知將來夠唔夠錢退休，我唔知份工穩唔穩，我唔知醫療開支點算，咁派一次錢最多只係止痛藥，止到今日，止唔到10年後嘅焦慮。低慾望社會最麻煩嘅地方就係佢唔係一個經濟問題咁簡單，佢係心理問題、人口問題、家庭問題、制度信任問題加埋一齊。你可以降低利率，但降低唔到人對未來嘅恐懼；可以刺激消費，但刺激唔到人對人生嘅信心。可以叫年輕人努力，但如果佢哋眼見上一代努力到身體壞晒，都只係換嚟一層樓、一身債、一堆責任，佢哋未必想行同一條路。所以低慾望社會真正問嘅問題係：一個人點先會重新相信未來值得投入？講到呢度，可能有人會話：日本係日本，香港唔同，香港人好搏，好鍾意賺錢，好現實。喺香港同日本唔完全一樣，香港人仍然好勤力，仍然好識得揾機會，仍然好有生存能力。但低慾望唔一定表現為攤平。喺香港，低慾望好多時係另一種樣，表面好忙，內心已經唔敢期待。你每日返工返到好攰，但你唔係為咗夢想，而係怕跌落去。你每個月儲錢，但你唔係因為好清晰想做乜，而係因為怕將來出事。你唔亂消費，但唔係因為你完全冇物慾，而係因為一諗到未來太多黑洞，你就唔敢鬆手。香港政府經濟文件顯示，香港人口高齡化已經好明顯，65歲或以上人口佔比由1995年10.0%升至2025年25.0%，並預計2046年會升至36.0%。人口年齡中位數亦由33.8歲升至49.4歲。呢啲數字唔只係統計，係會入屋嘅，佢入到每一個家庭。呢個40幾歲嘅香港人，可能上有父母，下有子女，中間有樓按、有保險、有工作壓力。佢唔係唔想生活，佢係唔敢出錯。呢個30幾歲嘅香港人，可能想結婚，但一諗住邊已經卡住。呢個50幾歲嘅人，可能有少少積蓄，但一諗到退休後可能仲有30年，醫療又唔知點，佢點敢使？所以香港版低慾望有幾句好典型：唔好搞咁多嘢啦，唔好諗咁遠，人到中年唔輸就贏。呢句唔輸就贏，好香港，好現實，但亦好危險。因為當成個社會都以唔輸做人生目標，就會慢慢冇人敢創造新嘢，冇人敢創業，冇人敢生仔，冇人敢轉型，冇人敢投入長期關係。最後大家都好理性，但成個城市會越嚟越冇生命力。低慾望社會另一個好重要觀察係，低慾望唔只係年輕人問題，長者都係核心角色。日本好多長者其實有資產有積蓄，但因為擔心退休、醫療、長壽同照顧，所以唔敢消費。相關報道亦提到，佢認為如果長者消費信心改變，資金流入經濟會有相當影響。呢個位對香港一樣好貼。香港好多上一代人人生策略係慳慳慳，買樓、供樓、儲錢，唔好亂使。呢套策略喺高增長年代可能好有效，因為樓升、人工升、經濟升，慳同供真係可以換到安全感。但到咗高齡化時代，問題變成有資產嘅人唔敢用，冇資產嘅人入唔到場，中間嗰代人左右做人難。長者唔敢使係因為怕老，年輕人唔敢搏係因為見到老嘅風險，中年人唔敢停係因為要照顧上下兩代。於是成個社會變成一個好奇怪嘅水塘，錢唔係完全冇，但流動好慢；機會唔係完全冇，但進入門檻好高；人唔係唔努力，但努力換到嘅希望越嚟越少。呢個就係低慾望社會最毒嘅地方。佢唔係即刻崩潰，而係慢慢凝固，好似一杯水慢慢變凍，最後結冰。你仲見到杯水喺度，但佢已經唔流。不過講到呢度，我哋要公平啲。低慾望唔一定全部係壞事，有啲慾望其實係社會硬塞俾你，例如一定要買名牌先代表成功，一定要住大屋先代表有面，一定要同人比較收入、學校、車、旅行先覺得自己有人生。呢啲高慾望其實都可以令人好痛苦，所以低物慾有時係一種清醒。你唔再為咗面子買嘢，唔再為咗比較透支自己，唔再為咗社交壓力扮成功，呢個係好事。呢個批評好重要，因為我哋唔應該將所有唔買樓、唔買車、唔結婚嘅人都簡單標籤做冇大志。
有啲人只係唔想跟舊時嗰套成功標準，有啲人想要自由多過擁有，有啲人重視健康、環境、時間、關係多過物質。呢啲唔係問題，真正嘅問題係你係主動選擇簡單生活，定係被恐懼逼到唔敢生活？呢兩樣差好遠。主動低物慾係自由，被動低慾望係收縮。主動簡樸係你知道自己重視乜，被動放棄係你覺得反正點做都冇用。所以今集唔係叫大家變返好貪心，唔係叫你一定要買樓、結婚、生仔、創業搏命，而係問你而家嘅算啦，到底係智慧定係受傷？你而家嘅夠啦，到底係知足定係唔敢再想？呢個分別會決定你係活得簡單定係活得越嚟越細。放返香港語境，最核心唔係照抄日本政策，而係明白一件事：要提升慾望，首先要降低恐懼。你想人結婚，唔係淨係叫人要有家庭觀念，要令住房、育兒、工作彈性、教育成本變得冇咁恐怖。你想長者消費，唔係淨係叫佢哋享受人生，要令醫療、照護、退休安排有足夠可預期性。你想年輕人創業，唔係淨係講機會處處，要有低成本試錯空間，俾人輸得起。企業亦一樣，低慾望社會嘅消費者唔再係你一推廣一減價就即刻衝出嚟買，佢哋會問呢樣嘢係咪真係有用，會唔會增加我負擔？買咗之後係咪要長期付費？我係咪真係需要？所以企業要做嘅唔係催谷慾望，而係創造信任，唔係叫人亂買，而係幫人降低生活焦慮。未來有價值嘅生意好可能唔係製造更多炫耀，而係提供更多安全感、效率、健康、照護、學習、陪伴。但等制度改變可能好慢，所以更重要係作為個人，我哋點樣喺低慾望社會入面唔好一齊沉落去。我會將本書對個人嘅啟發整理成3件事。第一，唔好只係儲錢，要識得計自己嘅人生資產負債表。好多人好識儲錢，但未必真正知道自己嘅風險喺邊。你有幾多資產？幾多係技能？幾多係人脈？幾多係可以喺退休後繼續帶嚟收入嘅能力？低慾望社會入面最危險係你以為自己好穩陣，但其實所有安全感只係靠一份工、一層樓、一筆積蓄。第二，要學識細規模試錯，唔係叫你即刻辭職創業，唔係叫你瞓身投資，而係你要喺仲有工作能力嘅時候建立第二條路。例如學一門可以變現嘅技能，例如試客、兼職顧問、教學、服務、照護、設計、維修、專業知識。例如將興趣由純消費慢慢變成可以創造價值嘅能力。低慾望社會最大問題係大家怕輸，所以破解唔係叫你勇敢啲啦，呢句冇用。破解係設計一種輸得起嘅方法，每次試少少，成本低啲，風險細啲，累積經驗。你唔需要一夜翻身，但要避免人生只得一個收入來源。第三，重新問自己，我仲想要一個點樣嘅人生？呢個問題聽落好雞湯，但其實好實際。低慾望最可怕唔係你少買一件衫，少去一次旅行，最可怕係你連想象都停咗。你唔再想5年後想成為點，唔再想同邊啲人建立關係，亦唔再想自己老咗之後過咩生活。你淨係日日處理眼前壓力，但人一旦冇咗未來圖像，就只會被恐懼推住走。所以你要重新建立一種可承擔嘅慾望，唔係浮誇嘅慾望，唔係同人比較嘅慾望，而係細細地但真係屬於你嘅慾望。例如，我想60歲仲有健康，想同伴侶關係舒服，希望每年學一樣新嘢，希望有一份唔完全依賴公司嘅收入，想住得簡單，但唔係被逼將人生縮到最細。呢啲慾望唔一定令人變富豪，但會令人重新有生命力。低慾望社會最值得香港人讀嘅地方，唔係佢預言咗日本點樣失落，而係佢提醒我哋，一個社會真正危險嘅時候，未必係大家冇錢，而係大家開始相信未來唔值得投入。當年輕人唔敢成家，中年人唔敢轉身，長者唔敢使錢，企業唔敢投資，政府只用舊方法刺激，成個社會就會慢慢入局。呢個局叫未來恐懼局。破解呢個局唔係叫大家返去盲目追樓、追名牌、追地位，而係要重新分清楚咩慾望係被社會洗腦出嚟，咩慾望係你真正想守護嘅人生。低物慾可以係智慧，但低生命慾望係危機。你可以唔買名牌，但唔好唔敢追求健康；你可以唔買大屋，但唔好唔敢建立關係；你可以唔跟傳統成功路線，但唔好唔敢為自己設計未來。
因為人生最可惜嘅唔係你冇得到所有嘢，而係你太早同自己講算啦，我唔想了。其實你唔係唔想，你只係太驚。而一個人重新活起來，往往就係由一個好細嘅念頭開始。我可唔可以再試一次？今日呢本《低欲望社會》唔係叫你變貪心，係想提醒你唔好俾一個太貴、太驚、太唔確定嘅世界偷走你對人生嘅欲望。如果你鍾意今集內容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。書裏有局，我哋會繼續用一本書拆解人生、職場、金錢、關係同人性背後嘅局。多謝你收睇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